公園扣人2月，南台灣嘅美濃就會期盼聯合指點，感謝各界市民同白宮別有向利。做台戲，各界同發動氣氛，帶到千歌場。連數掛紅，從條鐵樹下，三間天下公。新潮時代，有啲人也以為都睇美濃河啲走起嚟啊，嗰兒都按那個戲言。就講哈，迄個以為迄做得鬼來吼，我都搶台戲做本他家看，哈，伊都安尼戲言啦吼，我戲言咧，所以等於我刺通都做鬼來嘅，所以伊都實踐也諾言哈，都搶台戲來做本他家看，係一年做本他家看。當初介應該車天萬信，每下演變做規個美濃鎮。祈求老天公庇佑全莊鄉民五穀豐收，因為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嘅日子。按呢個指點，美濃人並無唔記得同件生活當密切嘅白宮。何講白宮再來拜洽，隨口離沙總管開天主神神，國強方便。美濃人吼，佢有啲安尼習慣啦。咁係講喺甘蔗田、甘蔗地底下，一天都甘蔗白宮。所以我哋啲人做音樂戲底下吼，如果咁啦，呼圈咧，那就所有白宮搶過來。當時有13個白宮。13間白宮地板，歷史19屆開基白宮，至今有270萬元。而家所在開基白宮嘅設立意義動態，因為佢象徵着生命開放大那個信念，喺寬茫茫嘅田野當中，加入白宮信仰。是在求心理嘅安慰，也凸顯移民開墾嘅樣子。客家人也可以講咧，我哋中國人嚇就以那個農業為主嘛。農業生產土地係最重要嘅成分，所以一個土地神就相當受到重視。因為可以土地神可以保護一個農作嘅生產順利，人可以平安。開墾離唔開水，所以也要水性白宮。同美濃，呢種同赤浪5擺河壩橋，有灌水橋、守護鄉里意義嘅白宮，還有當貼片嘅名，按做理下景觀白宮。理呢就是馬個理嘅理啊，沙就沙飛嘅沙，設計哈，沙理沙景觀呢就一個水順嘅名稱啊。理沙景觀就一個水順白宮。按早期呢，就這早期嘅呢行政單位就5戶啊，5家人就一個鄰，5鄰呢就一個里，一個里嘅一個第個出水口嘅地方啊，就有一個呢講水順白宮，專門底下管水嘅啊。按照理下景觀嘅白宮，目前全台灣只有美濃還有3間，對其特殊嘅名同內容，也反映早期美濃客人對宣言嘅意思有幾深。到後來客家人來安尼來開墾哈，都變成開墾為比較山坡地、沙礫的地方，都冇像美濃種安尼個有水嘅，安尼狀態，所以安尼嘅其他客家種吼，而咧都冇嗰少潛到安尼嘅，個有地位應該早期有，但是後來都冇人從事，都荒廢起來。除了名稱之外，理下景觀白宮嘅圖也當特殊，看起來就像一般嘅風水。事實上，喺6堆地區，呢種蒙古型白宮目前還保留當中，對建築意義來講，係連接天體嘅概念。也是白宮都係我們的母親的願意，以做嘅方式都係一個像俺哋屋嘅，像俺哋那個人的風水，後邊都係靠山，頭先有一個明堂，明堂都像俺哋有陰有陽，有山有水，其實那都一個俺哋一個聚落、一個家族的一個象徵。所以下一擺到6堆地區，蒙古會嚟風水，其實係大家尊敬嘅白宮，因為在略注意下呐，就是咧分辨係白宮也係風水。風水那些作為畫一個圓形呢，
所以那是个圆形的，但是喺北贡伊会做四方形的，一个角形的，都像俺哋坐一个灯的，坐灯的坐一个拿灯的扶手。北贡跨太地洞，地洞会要做一个八卦，八卦有的人做3层，有的做5层，甚至有的做到7层，那都会八卦。喺迄个北贡而家我嚟做風水，而都唔會嚟做八卦嘅。北貢而咧頭前而會做啲劍爐，風水上同有劍爐、小劍咩？但是風水劍爐都個普通嘅用葫蘆形啦，但是喺北貢咧一般以為做人咧塔嘅形式。呢種夢鬼形北貢，只有靠綠堆鐵器直接看得到。風水北貢跟人講一般的寺廟嘅用嘅啲北貢，有建物嘅寺廟北貢，還有土3粒石頭接起來一種北貢，睇太多現象全部有。啲係綠堆鐵器主要嘅開天嘅一啲架衝咯，人可能睇人啲現象家都擺安嘅形式，人帶過來這種人講嘅風水先生、內水師傅也太本是安嘅形式咧。故所以，因為伊含咧開天嘅主要架構，伊開始都是一個關係嘅一種嘅形式。他教會談論咧，學。通常我哋都會用現代化培養，好一個結論法除了夢鬼形北貢，綠堆鐵器還有特殊嘅風俗，加做嘅辦法。看一下當地婦人家同各式各樣嘅寫法，裝飾起五彩繽紛。透過呢種細細貼典雅嘅辦法來建北貢，表示對北貢十足嘅誠意。過去我哋建北貢建成嘅時間，我哋冇幾多錢去嗰邊買嗰邊嘅飯。過去呢，我哋也冇人專門種飯嚟賣。嗰時候我哋為了去建北貢，我哋會去熟悉嗰邊嘅一道飯。量也冇咁多，但是呢，我哋會去佈置成一盤一盤嘅盤法。後隊、中隊，個一個前隊，也幾個隊，個先鋒隊，也幾個隊，一定個10種，個10種以後一定個冇外來嘅文化嘅改變，嗰個一定一出到更加係要保留安尼嘅東西。通化擺做圓形係有圓滿嘅意思，經過一段時間化糟粕，變咩同一疊粕，係還有其他嘅用途。拜過土地局北貢以後，已經有人講一件有嗰種嘅加持。曬過以後，以為做安尼做變成安尼一包一包嘅安尼我哋講嘅淨身包，用嘅也是咧本心中帶過去洗身。做乜嘅以為帶過去洗身？你講人唔爽快嘅，不舒服，咁我應攞俾肚多可能冇東西。辦法象徵綠堆抗人秋天奇才權強嘅精神。一種利用虎權摘得到嘅花來建北貢嘅方式，你下套綠堆鐵器行當時行，就像萬萬四角樹復游強一片，當然都要摘新電花來擺做盤花。嗰下貼皮嘅係一片嘅北貢草型，頭戴冠帽，身着龍袍。而係我哋全部四角樹人嘅頭而家嘅神威超高。要感覺也成為嗰個，要可以做到像皇帝人睇啦。因為皇帝睇我哋客家人嘅心目中講，如係可以支配一切嘅事情，先睇一個神啊，嗰時候一路着龍袍，一路提案到莊主北貢。雖然喺土教嘅市民之中，北貢嘅性格較低，不過萬萬嘅莊主北貢，實實在變做一件強妙嘅主線。日日凸顯北貢信仰採天性嘅特質。另外，綠堆鐵器還有一種特別嘅連莊北貢信仰，像內部嘅東南北貢屬於當地嘅開基北貢，廟地堡一帶種北貢神位，只有連莊出巡嘅時將會搶出來。搶係呢條搶上來。帶來就係向下讀書，812北貢山，我哋賺緊什麼做新店嘅時間咧，讀書嘅時間。老年嘅時間有油莊，有13莊，我哋附近13莊嘅北貢嚇，為咗向下嚟到老年嘅油莊啊嚟。
从内部还是在看到3间白公庙相互做联下，分别係代表福隆人、客人同平埔族嘅信仰。福隆时代庙啊，哈，有一个亭，有一个小亭呢。福隆话讲顶下卡，有顶下卡嘅呢习惯，客人呢白色白公嘅哈，你看伊也要工作啊，佢本身佢也庙地方。冇前面冇顶下卡，伊所拜嘅路，太上头主路楼主，啊，像伊哋嘅楼主平时休息的地方都符嘅地方，嗰上地方有符嘅。平埔族跟阿立族属于祖灵嘅信仰，无立神像、无立神位，以祭祀富翁为主，按照拜符。特别嘅係拜符嘅時，係話用言來進行。阿立族啊，老族伊本身，伊如果有拜人，啊，有啲呢，啊，最好啊，人方便啦。3屆族群嘅白公廟就按拄好土強嘅社區域，本人一想了解當地嘅歷史背景。因為也在年代係平埔族嘅養產區，嗰上也在以平埔族為最多。睇呢客人同福隆人啊，攞用入來開墾，啊又有睇落腳，啊邊呢更加也在一個部落噶嚇，佢嘅清朝時代都有3個族群體啊，嗰上平埔族都一定用，一定出嚟平埔族嘅名，福隆人都一定福隆人嘅名。客人都有去客人嘅名，就是講一隻位啊，嚇，有3個族群體啊，嚇，所以相處啊，還算居和諧。白公廟唔單止是在呈現族群融合，有時也是在反映時代嘅經濟背景。就像內部歷史總是前嘅西方白宮，外觀係一座涼亭。不過中國風格建築實有一數嘅日本味。4年1928年，劉志堂佢開始做重新做事，如做出嚟嘅材料，假如將一個準舊時代嘅白宮啊，佢做起來。好，因為以前做劉志堂嘅時間呢，都係請大陸嘅人向先生嚟做嘅，佢下係日本人一個治理台灣嘅時間，所以做出來嘅白公壇啊，又有一些人向味，又有一些味，按日本情嘅嗰種改日本啊。白公廟嘅建築有時也是在融合休閒設施，像新碧沙崙白宮，屬於現潭市嘅臨海區白宮形態，由嘉東區嘅客家師傅到1984年完成。一種像夢鬼形嘅白宮，又有一片圓形嘅平台同大樹下，形成鐵樹嘅白公廟。頭擺啊，都一個林木，可以睇嗰度假人啊，嗰度假人啊都。我做啲白宮啦，來保護嗰度農人民嘅生活，跟農作物嘅豐收啦。大家粗量安尼有個講話嘅度安尼，然後撩動豬啦，做乜嘅安尼，都農家人做些人啊，都過紅片啦，可能一面啊錯都蝕得啦你啊。本幾面協款嘅圓形平台同白公廟結合，大家同大災股嘅事。就是在同白宮按集權，也知道家下建築師傅嘅智慧同用心。透過歷史典故、建築造型，歷史意義達到2個層次。六對體系嘅白宮，唔單止反映時代背景，也係客家文化嘅傳承見證。